平安。在今天我们一来到主人面前，愿上帝对我们说话，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，将一切交在上帝的手中，让上帝来带领，认定他，让主带领着我们的每天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敬拜，透过这首诗歌来向上帝说话，认定他，认定你。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。将你的话语记在经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将你的话语记在经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主，愿我们献上一切来尊荣你，因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上帝，在我们生命当中都让我们仰赖你，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、聪明、智慧，更是来到你面前依赖你，你带领我们，在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你，你要带领我们往前走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，就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让我们在一切事上都以你为主，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颈项，放在我们心板上，让我们时时的照着主你的话语来走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你手中，愿你与我们同在。因若有2、3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凡有2、3个人奉主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我们当中。感谢主，再次将今天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主你的手中，献上我们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今天8月7日，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1节到第11节。列王记下第20章第1节到第1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约在这时候，西西家王害病，几乎死去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去见王，对他说：上主这样说，要处理好你的家务，因为你不会康复。你准备后事吧。西西家转脸向着墙壁祷告说：上主啊，求你记得我始终忠诚，一心一意侍奉你，做了你认为对的事。他禁不住嚎啕痛哭起来。以赛亚刚从王那里出来，还没走过王宫的中央庭院，上主要他回到他子民的领袖西西家那里，对他说：我上主，你祖先大卫的上帝听到你的祷告，也看见你的眼泪，我要医治你，3天之内你就可以上圣殿去。我要使你多活15年，要拯救你和耶路撒冷城脱离亚述皇帝的手。为我自己的缘故，也为了我仆人大卫的缘故，我要亲自保卫这城。于是以赛亚告诉王的仆人，要拿无花果膏涂在王的窗口上，王就会痊愈。西西家问：有什么征兆证明上主要医治我，而3天后我就能上圣殿去呢？以赛亚说：上主要给你一个预兆，证明他一定信守诺言。你要日影前进10步，还是倒退10步呢？西西家说：日影前进10步容易，我要他倒退10步。以赛亚向上主祷告，上主就使亚哈斯王日晷台街上的日影倒退10步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1节到第11节，让我们找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两个特殊的情况，一个是病好了，而且增加15年的寿命；一个是时间能够倒退。其实这当中让我们看到两个很特殊的情况，而这些都出于上帝的手。在这两个情况，让我们看到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，也看到这世界、宇宙万物的一切的掌权者就是上帝。所以在这当中，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不可能是在人的手中去让人的寿命多一点，或者是让整个宇宙的运行倒退，但是都发生在今天的情况。这也让我想到，在约书亚的时代，也曾经上帝让太阳跟月亮停止了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一切静止的状况或倒退的状况，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在这样情况当中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，上帝能够让月亮、太阳停止，甚至到西西家这边的时候，是让太阳倒退，让这整个运行倒退。当然，圣经里面应该有很多次看到上帝让人的病得着医治，或者是让人死而复活，或者是让人的寿命增加了。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1节到第11节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一开始讲到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圣经里面很常讲在这个时候，所以有很多学者在探讨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时候西西家害病几乎死去，所以这种几乎要了他的命的病，也可以看到他病得非常的严重。但是还好，还有一点意思，他还可以跟以赛亚对话，还可以向上帝祷告。我们看很多人的病，在病得很严重的时候，其实意识是模糊的，甚至一直昏睡，一直痛而已。但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很特别，在当中，他这病，他生病了，几乎要死掉。如果用现在来看，或许就是癌症末期了，已经快要进到弥留的状况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，先知以赛亚去见王。所以这先知我们看到这当中没有讲到谁差遣他去，也没有看到王去叫他来。所以当他会出现的话，这当然是可以理解成上帝差遣以赛亚去。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经历到这些，有圣灵的感动，上帝要叫你去关心谁，要叫你去带什么话给谁。当我们在灵修、在祷告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有一些领受上帝在对你说话？上帝要你去关心一些人。其实詹姆斯过去的经验也曾这样子，曾经闪过，要去关心谁，而真的去关心的时候，发现他真的有一些状况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不管是被关心的或去关心的，都很惊讶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的状况，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跟人家讲。所以在这过程当中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关心的过程？而是当中我们看到，并不是一次，是有很多次。我想我们很多同工弟兄姐妹也曾经这样子，突然间想到了谁，去关心他的时候，发现他的生命有些需要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以赛亚也是如此，他要去找西西家王的时候，并没有说谁派他去，而在当中我们相信也是上帝差遣他去。上帝差遣以赛亚要去关心西西家，要去看西西家的状况，带一些话去给他。所以这边有讲到说，对他说上主这样说。
所以势必就是上帝差遣他去，带着话去。所以说要处理好你的家务，因为你不会康复，你准备后事吧。所以这也类似医生，现在医生都会说，你现在生命大概只剩下3到5个月，3到6个月，或有的会说大概2年3年。其实有些人会说，如果我已经知道我生命仅剩多少的话，那我还可以去预备好，我要跟谁道别，我的生命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处理。但是医生所讲的，其实都是说我讲的只是一个参考值，不尽然完全是如此。有人在宣告之后，可能很短的时间就离开了；也有人被宣告之后，过了3、5年，好像也没什么事。就像我们也去经历到有一些弟兄姐妹，那时候拔管之后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拔管好像很快就走了，那拔管之后可能又活了一段时间。所以对医生来讲，照着他的经验来跟你说，照着学理上他的经验上来跟你说，可能多长的时间。这边也是上帝似乎类似如此去跟他讲，但是我相信上帝很清楚知道他的生命还有多长。所以这边上帝透过以赛亚去跟希西家说，准备好你的家务，把你那些事情处理好，因为你不会康复了。那些家务是什么？可能赶快去看谁要上来接你的位置，你还有什么未经之事，赶快去处理。你要什么要交代的，赶快交代。其实我们台湾人很怕讲到死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没有处理，很多事情都要死后之后让孩子去外面争夺。我们看很多皇帝，过去的那些皇帝，中国的皇帝常是这样子，到后来孩子在那边争夺，在那边厮杀，造成更大的问题。所以在当中我看到这句话说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让你知道你的病不会好了，你不会好了，赶快处理你的后事吧。你有什么要交代的，赶快交代完。对你的太太，对你的孩子，对你那些臣，赶快交代完。当然也有个很重要的，这个国家接下来要让谁来带这个位置，赶快交代好。我看到也有人在讲到说，如果这时候他知道他生命快结束了，赶快找一个认为好的，可以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的人上来做他的位置，应该后续就不会是马拉西，就不会是那个得罪上帝很严重的那一个人上来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，早知道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早知道，但是在那当中有没有可能你错过那时机？当上帝让你有一些领受，有一些明白的时候，把握好那个时机，该做的时候就去做。约在这个时候，大约在这个时候，也就是你该好好做的时候，上帝给你这样恩典。所以面对死亡不尽然是不好的事情。当我们回来审视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发现这样的状况也是一个恩典，让你可以好好去处理好你的事情。所以有点像那个学者在讲的，如果这个时候他已经把他的太子，把他的继位者都已经确立好了，那这国家后续的发展不就是更好吗？所以也就是如此，我们看到上帝这是特别的恩典。我们会觉得在宣判死亡，但是如果我们另外一个眼光来看，这是让你预备好你所担忧的事情，不仅然只是宣判死亡，好像要惩罚你而已，这也是一个恩典。所以当我们生病到某个阶段的时候，是不是能够把我们一些东西处理好？有时候我们也会说，是不是在你还活着的时候，把一些东西预备好？比如说现在会说，你那个墓园先确定好，你的一些告别式要怎么处理？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？录一下，
把它录下来。所以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先处理的，当你知道的时候是可以先处理的。但是因为我们害怕，我们常常因为台湾人害怕，所以我们这个也不敢做，那个也不敢做，因为害怕死亡，所以都不敢说。但是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给希西家这特别的恩典，然而当他面对这样的特别的恩典的时候，他赶快转过头面向着墙壁，向上帝祷告。当然他这样祷告可能也不希望被别人看见，有可能他也是痛哭流泪的祷告，在当中害怕、生气、难过、惊惶、感谢，可能都有这样的成分在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转向墙壁祷告，向上帝祷告说：上主啊，求你记得我始终忠诚，一心一意侍奉你，做了你认为对的事。其实后续也会发生一些事情，所以有些人会觉得，如果希西家在这时候画上句点，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？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得着一些恩典，生病的能够得到医治，虽然希西家这时候已经被宣判并不会好了，要处理后事了，但是他依然来到上帝面前，向上帝祷告：求你记得我始终忠诚，我没有偏离，我一心一意的侍奉你，做了你认为对的事，照着你的旨意，照着你的心意来走。而在当中也记载说，他禁不住嚎啕痛哭起来，在当中他哭了起来。面对这样的事情，他也很多情绪需要释放。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连王都会哭，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男人哭什么？但是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男人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他都一样有情绪，一样会哭。所以回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来看，其实这是我们一个文化、一个社会的情况。但是上帝不就是这样设计的吗？让我们能够用哭来抒发我们的情绪，让我们可以在很多的状况来处理我们的情绪。我们看到希西家王，他面对到这些的时候，或许怕别人看，他把头转向墙壁，而在当中他很真实的回到上帝面前来。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需要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以真实的方式。这也是圣经新约里面在讲的回转像孩子一样。所以许多时候不要去顾虑别人，而是我们真实的回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的重担交在上帝的手中。所以他面对这些的时候嚎啕大哭，或许他也在回顾他这一生，虽然没有很长，这一生的年日，或者是过去成为王的这10几年，有没有得罪了上帝？所以他说：求你记得，求你纪念我，始终忠诚，一心一意侍奉你，做你对的事。这边没有讲到说他要求什么，我们看他没有求什么，他只是求上帝记得他所做的，而也透过当中来恩待他。其实有很多时候，上帝也透过先知来对人们来说话。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快的，所以从以赛亚离开王宫，然后走到那个前庭那边，走到中央庭院，这当中可能过了几分钟，10几20分钟，很快的，上帝回应希西家的祷告。其实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好多个地方都有记载到说，上帝回应人的祷告。在这里面，很快的回应了希西家的祷告，
还有其他地方，上帝也透过他的仆人跟那个人讲到说，你的祷告上帝有听到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上帝都知道，也看在眼里。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我们常常觉得上帝到底有没有听我们祷告，上帝有没有存在。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确实存在，而且与他们同在。上帝听人的祷告，而且马上回应他。他说：求你记得我，求你记得我，求你纪念我。希西家的祷告很简单的说，就是求你纪念我。在当中上帝也回应他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所以当以赛亚还没离开之前，上帝就交代以赛亚回去希西家那边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祷告非常的快，不尽然可以说是及时，但用我们来看也很及时。他还没离开王宫，还没真的离开希西家的家，上帝就让以赛亚回来去跟希西家讲话。上帝要以赛亚对他说：上主，你祖先大卫的上帝听到你的祷告，也看见你的眼泪。有没有感觉很特别？上帝回应人呢？上帝回应了希西家，跟希西家说：我听到你的祷告了，我也看见你流泪了。前一段时间，这2-3年的事情，这种流泪祷告也被搬上台面。在某个教会的事件当中，牧者说为着那个事件，为了那些人流泪祷告。其实流泪祷告也是在当中，我们在这事件当中，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感动，有很多的因素在这里面，而带出了这样流泪祷告。我们看到希西家也是如此，可能为了他的事情自己流泪祷告。而这样流泪祷告当中，上帝也点明了：我听到你的祷告，我也看见你所流的眼泪，我纪念你。在这样的回应当中，就像刚刚讲的，在希西家的祷告里面，简化来讲就是求你纪念我，求你记得我。而上帝这边的回应也就是我有记得你，我知道。所以回应他说，听到你的祷告，也看见你的眼泪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跟上帝这样求：求你记得我，求你纪念我。求主你不要离弃我，不要放弃我。所以他这边也回应说：我要医治你，3天之内你就可以上圣殿去了。哇，这样的医治很快，3天之内。就像我们听到有些人他说要去开刀去住院，然后3天就出来了，3天就出院了，回家休养，等待康复。我们会觉得哇，不是去开刀吗？怎么这么快？其实有些状况恢复得很好的，其实也可以很快就出院了。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人会觉得哇，去开刀不就是要进手术台啊？手术室要上手术台，然后要1个礼拜或更久的时间做恢复。但是有些人也确实进手术室了，然后过几天就回来了，也让大家很惊讶，哇，这么快！我们看到这当中也是一样。希西家所生的病可以说是重症，因为这边讲到说他患病以至于死，上帝也宣判了，你只剩下几天的时间，你好不了了，赶快处理你的后事吧。当我们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也会觉得哇，很快，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要做告别式了。
在这样众生当中，在这样被宣告、却被宣判即将面临死亡的事情当中，上帝却回来说：“我要医治你，3天之内你就可以上圣殿去了。”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哎！面对死亡的人，却能够得着医治；面对死亡的人，被宣判只有几天，后来却说：“你可以得着医治了，我要医治你。3天后你就可以上圣殿了。”那种是得着了医治，而且健壮，而且是洁净的，可以上圣殿，是洁净的，不是遗留一些东西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完全的医治，完全的医治。他不用被扛着进去，他是可以走进去的，他可以走进圣殿的，他的生命是可以恢复到这样的情况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不是在那边埋怨，不是在那边抱怨上帝，而是我们需要的是真诚的回到上帝面前的祷告。我们要真实的回到上帝面前，回转向孩子的祷告，回转向孩子的样式，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。我们看到希西家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上帝回应他：“我听到你的祷告，我看见你流的眼泪，我要医治你，让你3年后你可以上圣殿。”不只是如此，原本说你赶快去办后事了，这边说我要使你再多活15年，再多活15年。我听到有一些得到癌症的人在说，当他的症状追踪个3年5年没有再复发的话，没有再怎么样的话，就可以说是已经某一种的康复了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这样也是让他清楚知道你是要得着医治的，完全得着医治，而且还可以再活15年，可以再活15年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上帝这样跟你说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还有15年，接下来再多给你15年的时间，你要怎么去运用？在前面说你要赶快处理后事，你有没有一些盘算？你的后事要怎么处理？而这当中跟你说你还有15年，而这15年你会怎么过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步一步都是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恩典，让他得着医治，得着洁净，而且还让他再多活15年。然后呢，不单单只有他，也讲到说要拯救你和耶路撒冷人脱离亚述皇帝的手。这句话可以换个角度来看，因着你的祷告，因着你的祷告，我赦免你的罪，同时赦免耶路撒冷城，同时赦免犹大国你所带领这个国家的罪。虽然以前我用亚述让他们来攻击你，来惩罚你，在这时刻我要拿掉这些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很特别，前面一直讲到说，因着某个王的缘故，他得罪了上帝，也害他这些子民陷入罪里面。而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因着希西家的认罪祷告，他真诚的祷告，因着他，上帝赦免他的罪，也赦免了犹大国的罪，让他得以再活，身体健康起来，再活15年，而且让亚述王退掉。这边说要拯救你和耶路撒冷城脱离亚述皇帝的手，为我自己的缘故，也为了仆人大卫的缘故，我要亲自保卫这城。所以因着他的祷告，也因着自己，因着大卫，
保护这座城。这整个情况真的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我们看到这整个情况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因着这个祷告。祷告没有力量吗？我们看到希西家这样很真实的祷告，让整个局势改变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这样摆上祷告吗？真实的祷告，不是差遣上帝，不是要求上帝，而是真诚的将自己摆上。透过这样的祷告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也要祝福在你周围可以被你影响的。所以当中，让我们去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回到我们前面一直在讲的，要祷告，要祷告，为着自己，为着自己的家庭，为着教会，为着城市，为着国家来祷告。当我们愿意这样摆上的时候，有没有看见这个国家、这个时代在改变？我们看到希西家这样很简单的祷告，但是却是带出这很大的一个改变。所以接着我们看到以赛亚告诉王的仆人，要拿无花果膏涂在王的伤口上，王就痊愈了。所以用这样的方式，当然有一个动作。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医治都是要有一个动作，甚至是有一个接触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用无花果膏涂抹上去，他的病就好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实行医治的时候，也常常有这样的举动，去摸他，或者吐口水在土里面，然后让他把这个泥土抹在眼睛上，或是让血肉妇女摸到耶稣的衣服，其实都是有这样的动作在。其实人还是很需要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讲到说，拿无花果膏涂在王的伤口上，他就痊愈了。他们就这样要这样做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希西家也要求一个验证。很多时候我们说听就好了。我们看到希西家这边说，有什么征兆可以证明上帝要医治我？有什么征兆可以证明3天后我可以上圣殿？有什么证明可以证明你所说的这一切事情将会发生？有什么样的征兆可以让我们看得到？确实，我们也要一个验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求这样的验证，求这样的征兆。所以以赛亚说，上帝要给你一个征兆，要给你预兆，证明他一定信守诺言。所以这当中也让你看见，这世界是我在管理的，是我所创造的。所以他说，你要日影前进10步，还是倒退10步？用那日晷往前进10步，或倒退10步。如果这样看的话，也可以说你要这个时间往前走，还是往后退？希西家说，往前走10步容易，他倒退10步，我要他倒退，这比较难。所以以赛亚向上主祷告。上主就使亚哈斯往日晷台阶上的日影倒退10步，确实倒退比较难。往前进，可能过了几个小时就达到那个位置了，可能过5个小时就到那个位置了。他要求退5个小时的位置。所以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上帝因着他的祷告，做了一些改变。上帝愿意这样做，上帝愿意赐福在当中，愿意这样做。因此我们悔改，上帝愿意做一些改变。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几样。第一个是，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是要大吵大闹吗？是要尽全力的埋怨抱怨吗？有时候我们有些人就是照着顺着走，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希西家，
希西家王他是先回到上帝面前来，所以你是要大吵大闹，然后埋怨上帝、抱怨上帝，还是要回到上帝面前来？所以我们看到希西家所做的，他是进入到这祷告，透过祷告回到上帝面前来。我们看到这整个状况，整个改变。上帝赐福他，也赐福这整个国家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了上帝是掌权的上帝，上帝是全能的上帝。他让希西家说：“你好，预告他的时间，你好好预备你接下来的时间。再过不久，你就要离开了，把你的后事、你的家务处理好。”但是话锋一转，情境一改变，就让他能够多活15年，让他的病得着医治，让他的罪得着赦免，能够进到圣殿里面去，让他得着了洁净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当中上帝所做的第一个，让他身体痊愈，让他身体能够病得着医治，然后赦免他的罪，让他得着了洁净，可以进到圣殿，也就是上帝接纳他。许多时候我们说病好了，但是你到旁边去吧，我不想要再见到你了。但是上帝所说的不是如此，是让他病好了，3天后病好了，然后能够上圣殿，所以让他身体完全得着医治，赦免他的罪，让他的生命洁净，得着了洁净。第三个，让我们看见了上帝在这万物当中有权柄。他说往前就往前，往后就往后，所以让地球的旋转往前一点，往后一点，就影响了这整个情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你听到了什么？你领受到了什么？在希西家的身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思想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也来思想今天你听到了什么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成为你的孩子。当我们在看以色列跟犹大两个国家的时候，会看见我们人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常常没有跟随你，常常在做你所不喜悦的事情。而当我们面对许多情况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回到你的面前。亲爱的主，或许希西家身上还是有许多的状况，但也让我们学习他的样式。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不是先埋怨、先抱怨，而是先回到你面前，向你祷告，也求主你纪念我们，也求主你纪念我。或许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你不喜悦的，有许多合主你心意的，求你记得我们。在我们面对这许多情况的时候，也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主你的同在，你的话语帮助我们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让我们身体得到健康，让我们心灵得到健壮，让我们身心灵都有你的恩典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主你的同在。主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你喜爱希西家，你愿意听他的祷告，你也直接透过以赛亚跟他说，你的祷告我听见了，你的眼泪我看见了。主啊，愿我们生命也能够经历如此，让我们的祷告求主你垂听，我们的眼泪也求主你纪念。祝福在我们当中，祝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祝福在我们家庭，祝福在我们教会。主，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生命遇到了许多情况，求主你医治，求主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主你的带领与看顾。现在主也让我们在当中更深的去经历，主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你满有慈悲怜悯，你看顾着你的人民，看顾你的选民，看顾这些你所拣选的，你也恩待我们，你也医治我们。这世上一切是你所创造的，你有权在当中做一些改变与调整，让我们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，回转向你，回到主你面前。亲爱的主，我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献上，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、所领受的，也让这些成为我们的提醒与帮助。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祝福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